靜默主持，讓你自己嚟到去體會你嘅呼吸，意識你正在為你自己吸收富有營養嘅東西，依從你嘅意願、你嘅指示、你嘅生理規律，運用佈滿喺你全身成千上萬微妙嘅微血管通道，讓你嘅呼吸充滿你嘅身體。讓我哋深深嘅吸入，慢慢嘅呼出，深深嘅吸入，慢慢嘅呼出，吸入，呼出，吸入，呼出。讓你嘅呼吸運行全身，深深嘅吸入，慢慢嘅呼出。感受空氣喺你嘅血管裏邊運行全身，流通，沒有阻隔。活在神的話語中。馬太福音第6章9至13節。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願你嘅國降臨，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嘅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哋嘅債，如同我哋免了人嘅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我哋禱告，心存是對的，行為上也必須嚟到去配合。我們當坦然無懼嘅嚟到天父面前禱告，要得天父寬恕我哋嘅過犯，就必須先行饒恕別人嘅過犯。我哋對人嘅態度如何，唔單止影響其他人點樣對我哋，亦都正正顯示我哋相信嘅天父，我哋對佢嘅態度是否入心，對天父是否真誠，對別人嘅寬容、饒恕、體諒同埋憐恤，都係催促我哋禱告嘅動力。在信心裏禱告。感謝天父，讓我哋以敬拜、讚美同埋尊榮你嚟到去
展開新嘅一天。父啊，赦免我哋嘅悖逆同埋頂撞你，我哋用嘴唇尊敬你，心卻遠離你。我哋憑住仁義嚟到去過活，並沒有實實在在喺地上活着嘅時候，活出你嘅國度同埋旨意。求天父賜俾我哋能力，活出天國在人間嘅見證，使到我哋身邊嘅人因住我哋嘅生命嚟到去見到耶穌基督你。禱告乃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與信徒相通，當樂意饒恕別人嘅虧欠，主動與人復和，冰釋前嫌。呢個就係弟兄姊妹和睦相處嘅善與美。人與人之間如果唔能夠相通，人與神之間就唔能夠相通啦。向世人作見證，留心謹慎，言辭上面要尊重別人，唔好用詆毀嘅語氣批評別人嘅信仰，保留一個可以繼續交談嘅空間。服侍他人，我哋侍奉嘅焦點係天父同埋佢嘅國度。侍奉係要互相配搭，唔去批評或者比較，只要忠心完成主耶穌所託付嘅工作。每日起嚟嘅時候，用禱告服侍屋企裏邊嘅人，又為身邊嘅人同埋弟兄姊妹嘅需要去代求。求主加俾我哋嘅恩惠，加倍咁樣臨到眾人嘅身上。主禱文裏邊前3個願係與神有更直接嘅關係，而後邊3個嘅求係關心自己屬世同埋屬靈需要嘅禱求。現在你可以獻上你嘅禱告。